好，欢迎再次来到一年一度好吃好玩又好看的国际童玩节。哇，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！今年已经是我们第14届的童玩节了。想知道有哪些摊位还有国家今年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吗？快跟我一起去瞧瞧 ！Let's go！ 可以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纸风车的 booth 吗？我的booth就是很色彩很鲜艳，然后很吸引到小朋友，大人小朋友、老人家都非常喜欢。是，对，我们也是从很远的地方就被吸引过来了。是，所以这些产品都是可以贩售的吗？可以，对，都是我们自己 design 的。对，款式都是我们自己 design， 小朋友都很喜欢。对。所以通常放在家里面，对，放在前院、后院或者放在家里面都可以。哇，真的很漂亮，非常谢谢你，好，支持我们童玩节活动啊！对，我就是来搞一下气氛，吸引一下小朋友，吸引一下人。当然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今天跟我们走访了这么多的摊位，以及看了这么多的国家表演，是不是你也心动了呢？迫不及待的想来参加我们的活动，所以明年等你哦！继续来参与我们的童玩节，拜拜。